昨昏透早4点外，伫咧垦丁国家公园，有一个查甫人，若像是食酒，搁骑奥多摆，去弄到一只梅花鹿。结果，这个人甲鹿仔是拢死亡。分管处讲，民众若是甲梅花鹿相弄，是会当申请理赔。不过，这个查甫人若像是有食酒，而且搁无牌骑奥多摆，恐惊是袂当讨赔偿。救护车来到现场，甲梅花鹿相弄，这查甫人已经昏迷，紧急送医也是无救。这事故发生伫垦丁国家公园内底，20岁这骑车查甫人礼拜透早4点外，救人员要去垦丁街路上找朋友，徛伫个路弄到熊熊冲出的梅花鹿。大好当时真少人车经过，事发1点钟才发现，结果这骑车查甫人甲梅花鹿拢不幸死亡。对骑士施以抽血检测，酒测值为0.57。有酒驾行为，初步判断为骑士未注意车前状况而酿成事故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讲，国家公园内底若甲梅花鹿相弄，会先准备好相关资料，向垦管处申请公共意外责任险的理赔，每人身体伤亡上悬600万块，财务损失500万块。本处有提供公共意外责任险，请民众备齐相关事证，可交由本处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。垦管处也伫当地靠梅花鹿出现的所在设立警示牌，也提醒民众伫暗时透早，较有梅花鹿出现，一定要减速，豆豆骑，慢慢开。不过，这摆车祸骑车人敢若技术无证照，伊个啉酒骑车，因为酒测带超过标准，恐惊无法申请保险的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